校长们，我派人相助于你，你怎么还对我的人拔刀相向呢？你骗我引北荒人去南天道夺宝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萧逸人，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，你要知道，如今你只有投靠我才有出路。你利用我萧家引北荒人进南天道，究竟所图为何？校长们有所不知，当年北荒攻破都城时，大西的传国玉玺也随着那批宝藏销声匿迹了。这次若能寻得玉玺，完璧归赵，你便是为大西做了件大好事。什么？你是说北荒人偷玉玺是要献给皇上？这怎么可能？你久居江湖中，怕是猜不到这宫中之事。你想想，若是北荒人将这玉玺归还当今圣上，化干戈为玉帛，万民也不用再遭受战火，这岂不是美事一桩？那江北之地呢？岂不是永远都无法收复失地，一统大西了？收复失地不过是你们武林人的一厢情愿而已。其实陛下根本就不想与北荒人打仗，陛下只是缺了机会与北荒通融。校长们，这不正是给了你一个好机缘，能助两方休睦，遂了当今圣上的心意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我们萧家不永远成了卖国的千古罪人？江山天下，又岂是你萧逸人操心之事？圣上若满意，定会对萧家重重有赏。到时候，顺便给浣花剑派一个御赐金牌匾。别说是锦都武林了，恐怕连中原武林也要听命于萧家了。你究竟是谁？你究竟是谁？李明，今天选题截稿日，怎么还不过来？加油！天天晚上看到10点多。真好看，多给1张行不行啊？这张怎么才2000字？不够看啊！感情线还差点意思。昨晚更新的章节简直都是封神这个月票了。房肯定是第一的。情节还不错，这感情线虽然差点意思。美艳师姐都太棒了。南大，我爱死你了，南大。南大，真不要脸，就是个骗子。哎，萧大侠，不愧是武林奇才呀！月票榜31周你都第一。哎，还得是你有点东西啊！哎，给你加鸡腿啊！我不爱吃鸡腿。你是小朋友，不能挑食啊！哎呀，这嗖儿乱叫的，那肯定是南大闪亮登场了。天天都这副模样，搞笑，还真好意思叫。小点声，他来了。哇，这就是南大工作室啊！这工作室也太有格调了。师哥，我刚看完教主的新章，太好看了，我都快失眠了。早，李总。李总。啊，辛苦了。啊，不辛苦啊，应该的。太有格调了。好好学，你们也可以的。
你们中文系的学生啊，真是人才济济，走了一茬又来一茬，无缝连接。当年我不也这样吗？呜呼，爱在理财不财，退下了。简直就是一个骗子。哎，来了。我看看，嚯，纯武侠，家国情怀，构思不错。就是这题材吧。哦，对了，我呢从外地刚带了2盒茶叶，回头拿给你尝尝。师哥，谢谢啊。之前呢，我们也都聊过了。教主数据如果达标的话，公司会正式跟我签作者合约的呀。数据呢确实不错，但这几天你是不是有点累了？文字更新有点慢，读者都有意见了。这样，你再写几章李大仙的故事，那条线比较爽。这李大仙都已经下线了，那就重启嘛 ，reset 一下 ，reset 一下啊！你相信我，多给角色开金手指，观众爱看。金手指读者是爱看，但不能乱开啊。看这个。啊，这个嘛，容我再想想吧。我还是很想坚持写纯武侠。你呀，这犟脾气又上来了。我知道你写的东西很有想法，也很有韧劲，所以我一直很看好你。你爸妈走得早，大学一毕业就来到我这儿了，我是把你当亲弟弟啊。啊，好好写，别想那么多。李老师，军事论坛那边给您留了名额，这周就安排您去参观，行程保密。那我给您安排一下时间表。好，知道了。这不是我的小说吗？那可不是吗？干什么呀？啊！别往里冲，那里面全是媒体、公众号、大号、大 V， 你想上头条啊你？可是教主啊，是我的新书大纲啊，这还不明显吗？他就想让你一直做他背后的那个男人。什么男不男人的？我不懂，我也不想懂。是，他是卑鄙无耻，可是你忘了他口头禅了呀？重启 ，reset。啊！我跟你说，他那办公室电脑多长时间没开了？他早就江郎才尽了，他就指望你给他重启一下。等人走了，我一定要问清楚。哎，班还是上的不够。师哥，教主2的故事简介和我的半路侠客是一样的呀。明明啊，你想多了。教主2，我在半年前就已经策划好了。又来。这半年来，你不是每天在开会，就是在应酬，你什么时候构思的？怎么，我一个网文大神？我这等一下还有个会，一会儿再说吧。
认命吧，啊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当个枪手，稿费稳定，啊，写啥不愁。他不承认朴建还一再忽悠我，我不会再让他窃取我的心血之错。啊，兄弟啊，这是职场，不是江湖，你真是。哎，我上次跟你说的内测软件魔点小说啊，你试试呗。说是这个魔点小说系统啊 ，AI 人机互动写文，那里面有你正在改编的温瑞安温大师的《神州奇侠》。哎，你看这不正好吗？圆了你武侠梦。魔点系统。不对，我的存稿。三少爷，三少爷，快醒醒！三少爷，快醒醒！三少爷醒了！我想起来了，来到这里之前，我不是在家里编写魔点，我漏掉了一段最重要的记忆。太难了！哎，你怎么还没走？哎，你别等了，你师哥他不会来的。自从你提了大更那个事儿，他就没出现过，这摆明就在故意躲着你啊！赶紧跟我走，带你吃饭去。我不吃了，你先回吧，我再等一等。好，理财不财，退下来啊！你吃点东西。嗯。真倒霉！这是什么呀？喂，东西已经准备好了，老方式传给您。这次基地管得特别严，一般装备都带不出去。还好你给我准备了装备，放心吧。
师哥，干什么呢？啊，没下班啊？这上面的东西是你在军事论坛活动上偷拍的吧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听不懂，那就报警喽，让警察来查。别胡闹了，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钱？新书？署名？这些都可以商量的吗？我那是可以先不计较，但你出卖国家机密给境外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快给我松手！谁在的？就是他。如果从我来到这个说出事情的那天起，李楠也在的话，我不惜一丝改变故事走向，让大哥他们火速驰援回家。大哥路上却仍然走位不曾。我改变了原定的路线，却没能挽回灭门的惨剧。难道是李楠再次改变了故事的走向？还有，你爹娘并非权力帮所杀，我对萧家下令之事，只是围而不杀。权力帮第二批人马赶过去的时候，萧家的剑路已经被攻破了。杀你萧家满门的人，应该就在你剑路的内部。若是权力帮来进入时，剑路已从内部被攻破，那么杀害爹娘的定另有其人。难道李楠在萧家还有报仇？那他现在究竟是什么身份？能在萧家隐藏的这么深？他究竟是谁？大哥，大哥，约翰，你有心事啊？那日萧家剑楼被围，是我信誓旦旦的对你说，会召我爹前来援助幻华，但我没想到，他畏畏缩缩。袖手旁观，我本就觉得自己对不起你。约翰，无论你父亲做了什么，你都是我一辈子的兄弟。况且论随旨一事，也只是一个猜测，你不用多想。当初我们四兄弟结义的时候，我说过，无论发生什么。无论什么时候，你永远都是我生死相随的好大哥。我陪你一起回海岭见派，让我爹求证清楚。也好，免得你心里煎熬。等我回来。
萧少侠，来，请坐。啊，萧少侠，你父母的遗体可安然送达？已然安葬好了。那便好。不知李帮主，此次找我过来，所谓何事？哦，对了，那日在南天荡，我记得萧少侠可曾提过，灭门萧家的凶手，他们留下来的符号。没错。不知此事与权力帮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此人亦是权力帮的敌人，他勾结北荒，危害大西。我等身为大西的子民，我权力帮当然有保家卫国的义务。李帮主既然胸怀大义，那便应该团结武林，对抗外敌，何必用这些威胁的手段，来让武林中人屈服于你啊？这个江湖之所以叫江湖，萧少侠，并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。人多了，心自然也就散了。若不以强硬手段，使各派听命于我，恐怕武林，永远也无法齐聚一心。若恐惧能让这些人听命，那我做个坏人，又有何妨？令各派团结的，不应该是恐惧。相反，南天荡之行，也恰好证明了，这个江湖，正是以大义为先。你以为没了权力帮，那江湖便会变得更好一些吗？不会。但眼下你的权力帮，只会让这个江湖灭门萧家的凶手和我权力帮的叛徒，用的都是此物。在南天荡闯入的北荒人身上搜了此物，看来你大哥萧逸人是被他们利用了。此次过来，我确实还有一事，想请李帮主帮忙。你说。
权力帮的药王善用一种奇门之术。我有一位朋友，他的父亲得了一种怪病，需要你派药王出诊一趟。药王就去唐门治病，确实有些不妥。不过，萧少侠，我来安排。多谢李帮主，告辞。这么晚了，还没睡呢？虫鸣吵的，睡不着。在想你爹爹。此行我没办法陪你一起，路上你一定要小心。放宽心吧，我已委托药王随你回唐门。你在此等候，他兴许能治好你弟弟的病。谢谢你，我们等你的好消息。嗯，兄弟们，大家好好保重。放心吧，放心吧，这里交给我们。老板，哎，给我来2碗面。好嘞，您要是稍等啊，马上就好。雨涵，穿过这个集市，是不是很快就到你家了？是啊。我记得你很久都没有回去了，要不给家里人带点礼物吧？我和我爹的关系，你也知道。算了吧。我记得你家历代都是晨曦剑道的，我也想不明白邓叔叔学乱随之的原因。我爹是个武痴，只可惜海岭剑派发展到我们前溪一脉式微，于是我爹便想要博采众长，给剑派注入一些活力。早些年，他学了很多其他门派的功夫，乱随指可能是其中之一吧。
从我记事起，我爹就常年闭关不见，剑派当中能看到他的人也很少。这些年我行走江湖，和他确实是有些生疏了。但是大哥，我绝不相信我爹会是杀害萧伯伯、萧伯母的凶手。不过既然现在他有嫌疑，去找他问个清楚，也是理所应当。玉涵，若能排除邓叔叔的嫌疑，也要早一点锁定真正的凶手。姐，我回来了。玉兰姐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这么久没回来了，你先去书房见爹，我带秋水去大厅。好，大哥，那我先过去。走吧，秋水。爹。秋水，旅途跋涉饿了吧？来，我特地备好了饭菜，等你用完餐，爹就会来接你。玉兰姐，实在是让你费心了。那你慢用，我先去爹那边看看。好，请。先给他绑了，等朱大天王消息。是。人呢？快去找，快去！是。秋水，你怎么会？玉兰姐，对不住了。说吧，邓叔叔在哪？邓叔叔，我知道你在家，我不想与你动手，出来吧。放肆！你还想在我海岭剑派动手不成？这事后功臣的人周身发麻，头疼欲裂。没想到邓叔叔的内力如此深厚。萧秋水，你家的事老夫并不知情，念在你与犬子的情分上，今日我不为难你，你赶紧走吧。邓叔叔，我此行是要查出杀害我爹娘的真凶，还请您出来见一面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消失的味道，原来是件机关的小器。
去世暗器。邓叔叔，你根本就没有那么强的内力，你还是出来吧。胡言乱语，受死吧！邓叔叔，该出来了吗？乱随之。暂时内尽亏虚之状。爹，爹，你怎么样，爹？爹，大哥，你们怎么打起来了？约翰，邓叔叔有内伤，先让他坐下来说吧。爹。约翰，你爹身上多处经脉有伤，刚刚又受了我一掌，这气血逆转。我不知此事，邓叔叔多有得罪了。大哥，我爹内力深厚，为何会突然经脉受伤呢？约翰，邓叔叔或许有他的难言之隐。你家这面弧形墙，它叫回音壁。贴近墙角，就能将自己的声音放大100倍。即便内力平平之人，放大100倍后的声响也足以震慑人。还有这些机关，就是用来操控消失爆炸的。想必邓叔叔，您这些年就是靠这些来支撑邓家的声望的吧？爹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邓叔叔，我知道。我不该追问他人隐重，但我萧家之仇另有隐情。真正杀害我父母的凶手，他精通乱髓指，所以我此次过来就是为了查证此事，还请邓叔叔您告知，揭露覆灭那日，你是否来过萧家？爹，大哥说的都是真的，求您把事情说出来，好让大哥早点找到杀害萧伯伯、萧伯母的凶手。我这伤，还得从当年百草谷剿贼一事说起。我在百草谷中中了雷火弹，筋脉尽断，武功尽失。虽然当时捡回一条命来，可是所有的功力都没了。这15年来，我闭关练功，就是为了想要恢复以往的功力。可到现在为止，也只是恢复了一成。邓叔叔，那这么说，你这伤15年前就有了？这乱髓指需要强大的内力来驱动，我现在早就驾驭不了了。这些年来，我把府邸翻新了好多遍，就是为了能修些机关，来掩盖我失去功力的事实。爹年轻的时候，凭借着乱髓指和海令剑法，在这江湖之上也算是打出了一些名望，可也因此也有了不少要索我命的仇家。当时知道我武力尽失的只有萧大侠一人，我求他帮我保守秘密。虽然在江湖上关于我的传言有很多，
可是他们都不知道这其中的缘由。邓叔叔投靠朱大天王，就是想找一个靠山来对抗权力帮。爹，你投靠了朱大天王。爹，也是有爹的苦衷啊！看到当年所有联手的门派全部都遭了难，就连幻花剑派也逃脱不了。我知道，这一切都是柳随风在背后搞的鬼。当时我已经武功尽失了，若是爹不投靠朱大天王，我怎么能够确保咱们家能有一线生机呀？所以，当时你才不愿意帮助大哥家。萧家一事，我心里确实是愧疚啊。不过我要告诉你，萧家遭难的确与我无关，我是清白的。但是今日，为了你能够找出杀害你父亲的真正凶手，我也不再有所隐瞒了。得罪了。大隐法师的归西之法，若经脉只是受损，并未坏死，尚可求大隐法师以金针续脉；但若归西之法在经络中运转不开，那便意味着前辈得罪了。爹，前辈，实在是抱歉了，你的伤确实已经是经年累月，如今只能恢复1成功力。无妨，我早就接受这个现实了。我现在心里啊，就盼着我们一家人能够平安无事。爹，柳随风。柳随风，你果然还是来了。你若是要寻仇的话，就杀我一人好了。此时我最后悔的，就是当初没能够斩草除根，杀了你这个反贼之子，让你现在有机会贻害武林。一口一个反贼，今日我便让你死个明白。这是北荒刺客尉迟卿的亲笔证词。我百草谷向来避世，从未与北荒有过往来，而我娘造的本是给穷苦百姓的保父案。北荒得知此事后，便动了心思，想要用作军需，所求无果，便在江湖上四处谣传，诋毁我百草谷清誉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百草谷里面明明就有北荒人。当年我们收到消息，百草谷勾结北荒人制作行军丹，我们
便由萧大侠带领下，前往百草谷一探真相。刘谷主，我保证，进到谷里以后，不会无缘无故伤害你们的任何人。若是搜不到证据，我萧某也愿意给你们百草谷赔罪。不成，我百草谷岂是你们随意安个罪名就能进来搜查的？我族人虽示弱，却最是刚正不阿，岂容你等践踏羞辱？是，还请离开这个地方了。瞧瞧，想给敲腿里。萧大侠，这我们要不要闯进去？不，给刘谷主一点时间，让他考虑。我相信他会做出正确的决定的。当年，萧大侠给过你娘自证清白的机会，可怎奈他是冥顽不灵啊！你说，若非是心中有鬼的话，他怎会有如此的反应啊？你们来百草谷当强盗，还有我们笑着迎接，何况你们嘴上说的好听，最后还不是强闯我家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便将我族人残忍杀害。伤不是谁带来的，主使是谁？我不知道。好，看来不给你点苦头吃是不行了。我现在更好奇，究竟是谁能让你维护至此？早知道你今日会变成这样的大魔头，萧大侠当年就不该救你一命啊！你说什么？当年萧大侠见你奄奄一息，
他宅心仁厚，救你一命。有托人把你送入了唐门，你才能够活到今天。娘，这个活了，去哪？哎，小心！这还有活人呢。唐门，你是哪家的？我是柳家的。你是柳家的？但没想到你却带着权力棒围攻萧家，这世上哪里还有天理？不过是少杀了一个我，便把自己说成菩萨心肠。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当年账本是谁拿来的？好，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嘴硬，还是我的手段硬。说！老爷，老爷，你不说，也是再来问你。爹，进来。爹，姐已经休息了，并无大碍。好，你伤势怎么样？无碍。行了，你坐下吧。好。爹，百草谷一事，你是不是有所隐瞒？胡说！爹有什么好隐瞒的？旁人不知，可孩儿却心知肚明。每次你一说谎，眼睛就会往下看。爹，柳随风是个不择手段的人，一旦被他盯上，只怕海岭剑派再无安宁之日。这是你最爱喝的茶叶。干嘛？这刚回家，又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去找大哥。一个和朱大天王为伍的门派，只怕比权力帮也好不到哪儿去。明天天一亮，我就和大哥一起离开。爹，孩儿希望你可以迷途知返，不要一直让我失望。
一个和朱大天王为伍的门派，只怕比权力帮也好不到哪儿去。爹，孩儿希望你可以迷途知返，不要一直让我失望。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赶快选，他们在转移证据。就是这家。雨涵，姐姐，爹出事了。爹，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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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吓我！爹！爹！为什么会这样？大哥，姐，为什么会这样？爹！爹！邓叔叔的致命伤是背后心口这处伤，这处伤是他们的暗器所致。除此之外，身上还有不少外力导致的伤。这些伤口我看了，一定是刘随风。爹身上这些伤，都是他擅自的行宠。是我的错，爹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跟你吵架，不应该说那些话，我更不应该离开。都是我的错。是我的错，我应该好好守着你的爹，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你们看，这一张纸被撕掉了一半。我怀疑，邓叔叔想给你们留下来什么。